我哋嘅下一位嘉賓嚟咗，佢被廣泛認為係美聯儲主席嘅有力人選。而家連線咧，我哋嘅係凱文沃什，佢喺2006年至到2011年擔任聯邦理事會成員，亦都係 Squawk Box 節目嘅常客。凱文啊，我哋非常高興今日朝早你能嚟呢度。貝基同你埋一齊真好，呢個係一個慵懶嘅夏日星期四啊，時間過得好慢啊，我真係唔知你心入面會睇啲咩。順帶提，其實我哋早就預約嘅你，好多琴日發生嘅大事都係之後先爆出嚟，但係你今日都冇嘅，而且你一直都係被提名去美聯儲嘅熱門人選之一。其實咧，我哋都冇咗好耐嘅，好似今個星期早嚟睇嗰個 Ken Langone 嘅，都話佢好欣賞你。我都想知你而家嚟緊啲咩？你點睇而家嘅情況？其實我覺得 Ken 係一個好好嘅人，佢係一個美國英雄。我大概15年前開始幫 Druckenmiller 做嘢嗰陣識佢嘅，我上面同佢傾偈啦，問佢實體經濟嘅狀況，佢經手嘅事物咧都點石成金。過去半年咧，佢嘅言論越發正面，對現狀更趨樂觀。佢話俾我聽，外界正發生啲變化。有一次我同佢講，可能聽落有啲似 Joe，我問佢：咁你點解唔多嘅支持總統呢？呢啲都係因為政策嘅原因。我覺得聽住我哋感覺係，我哋而家係走咗最前線。我哋而家正處於美國一個轉型嘅時刻，經濟歷史上，正如 George Shultz 臨終前同我講啦，呢個係歷史嘅轉捩點。我哋總統用嘅說法係呢個可以係一個黃金時代。坦白講，我覺得佢哋全部都有可能講得啱。好嘅政策咧，可以推動美國經濟發展。經濟咧，我哋而家叫做 AI 咧，過多幾年咧就會變成普通生意啦。AI 會令到幾乎所有嘢都變平，而美國可以成為最大贏家咯。呢個就係我同 Ken 講嘅論點。我覺得 Ken 而家都開始支持總統嗰邊。佢攞到嘅時候都係咁講。而家真係一個好令人興奮嘅時刻。如果我退後一步嘅，如果我係總統，我最擔心嘅就係中央銀行完全睇唔到呢啲嘅。一個仍然沿用1978年模式、沿用過去治理方式嘅中央銀行呢，冇意識到我哋可能正處於生產力繁榮嘅初期。如果我係總統呢，我會擔心佢哋可能睇唔到呢一點。咁佢哋可能認為經濟增長呢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啦。我諗我哋當時係可能正處於價格結構性下跌嘅初期階段。Ken 喺實際業務嘅第一線咧睇到咗呢一點。我覺得如果你睇下未來1-2年，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時刻。我哋今日一直都喺度討論聯儲局應該預測幾遠，佢哋應該有幾預測性，定係應該依賴最新嘅數據。有一種嘅睇法就係最好有個人可以預先見到呢啲情況，提前作出判斷。呢啲就係出色嘅資金管理人會做嘅事，但係出色嘅資金管理人都唔係次次都估啱。我哋之前係同 Nick Timiraos 傾過，佢就提到有時候等一等會好啲。咁如果真係出錯，你都可以快啲調整返。所以我聽咗少少嗰個訪問，聽到 Nick 講咗句類似嘅，其實我哋需要嘅係延續性。天啊，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最唔需要嚟嘅。其實整體貨幣政策嘅操作咧已經壞咗好耐，咁而家咧坐喺度嘅央行咧已經同我2006年咧加入時嗰間咧完全唔同晒嘅。我唔覺得我哋需要政策延續性，正正就係咁先至帶嚟咗過去45年最大嘅宏觀經濟政策錯誤，令國家分裂、通脹急升。當央行佢公信力咧，我真係唔覺得我哋需要延續性。Becky， 你記唔記得？上年9月聯儲局減息100個基點，選舉前減咗50個基點，選舉之後又減多50個基點。嗰陣時通脹比而家高50%。咁當佢哋減息，債券市場有咩反應？長期利率升咗75個基點，呢個就係信心危機。所以你聽我講呢10年嚟，你都唔係第一次聽我話聯儲局真係要換人。唔單止係關於一個人，仲係關於佢哋對經濟嘅睇法，對佢哋做緊啲嘅方式。我見到佢哋不斷改規則，真係令我好擔心。Becky， 我真係唔明點解你會覺得上年9月要緊急減息，但係而家又突然之間變得咁鷹派，咁樣對機構嚟講唔係好事。我覺得成日咁樣改規則對經濟都唔好。我想問下你啦，作為一個有經驗嘅人，你覺得主席實際上有幾大權力或者影響力？如果你坐喺間房入邊，
仲有11個有投票權嘅人可能唔同意主席，歷史上大家都會有啲共識，我哋大家都會盡量喺大部分事情上達成一致。至於你覺得聯儲局呢，我都唔知嘅。歷史上都有嘅時候，大家對聯儲局嘅諗法完全南轅北轍，而呢啲分歧最終代表咩意思？咁所以真係有過咁乜嘢嘅時候咧 ，Paul Volcker 入咗嗰陣咧，唔單止有12年政府經驗，喺聯儲局都做咗6年啦。我對聯儲局歷史都有啲認識。Paul Volcker 入嚟就話：我哋唔需要延續，我哋要換個新玩法。就係因為呢個新玩法，先至將通脹壓翻落嚟，重建咗聯儲局作為信譽象徵嘅地位。但係當時喺總統之後，喺 Volcker 團隊入邊加咗個新成員，有人覺得咁樣會搞到好似政變嘅。其實成件事唔係一路都冇順利嘅。其實我自己嘅睇法 ，Andrew 就係聯儲局應該要有多啲激烈嘅意見討論，唔好淨係一齊睇同一樣嘢啦。我唔中意大家都跟住同一套模型走。咁舉個簡單例子啦。聯儲局而家用嘅主流模型，可能喺1978年已經係最好嘅模型。咁我點睇嘅 Andrew？咁佢覺得如果經濟過熱，工人人工加得太多，就會有通脹。但係我唔係咁嘅，我覺得我哋應該試下新嘅睇法啦，一套新嘅通脹理論。咁不如我試下講一個俾你聽啊。通脹會出現啦，就係因為政府印太多錢，使太多錢，生活太奢華。呢個理論即係話貨幣政策同錢有關，喺聯儲局嘅核心思想入邊根本冇出現過。我覺得如果將呢啲諗法帶入討論，我哋可以攞一場好精彩嘅家庭大辯論。就係為咗呢個問題，你冇得決定要使幾多錢，呢啲係國會決定，總統都要簽名批准先得。你會唔會支持佢哋 ？Kevin， 我哋最大嘅問題就係大家都想知下任聯儲局主席會唔會真係獨立？佢會唔會真係獨立？話係因為而家聽到嘅候選人全部都係男士，佢會唔會真係獨立啦？佢會唔會堅持做自己認為啱的嘅？就算白宮可能有咩建議啊，或者諗法啊，或者政府有咩意見都好啦。所以一句講晒會。我過去20年都堅信，而且歷史都證明貨幣政策運作上保持獨立性係絕對重要。但係呢個唔代表聯儲局喺其他所有事上都係獨立。事實上，如果我睇翻鮑威爾帶領下嘅聯儲局過去6-7年嘅表現，佢哋成日都想話：你點可以批評我哋？我哋所有嘢都係獨立嘅。其實呢啲講法咧根本唔成立㗎。佢哋又走去搞氣候變化呢個範疇，其實佢哋根本冇咩優勢。換咗屆政府之後，佢哋又話講笑啫。佢哋又走去搞另一個本來唔關佢嘅事嘅政治議題，多元化、公平同包容。佢哋仲改咗國會俾佢哋嘅職責，唔知自己係做全民就業定係做全面包容性就業。佢哋喺2020年改嘅定義，正正就係導致我哋出現重大錯誤，即係嚴重通脹嘅其中一個關鍵原因。至於開支方面咧 ，Becky 喺上屆政府期間咧，佢哋同國會講嘅啲咩，就係叫人用錢、用錢再用錢。所以好似你咁講啦，我都覺得佢哋應該守自己本分。但係我覺得好奇怪，佢哋做嘅成日都唔對稱。當用錢受歡迎嘅時候咧，就大花特花。但而家一講到要限制開支咧，聯儲局嘅領導層又點答咧？唔係我哋冇事嚟嘅，你應該定好規則，唔理邊個政府都要跟住做。我覺得聯儲局好嘅，成日都將自己冇錯推咗俾人。而家好多人都中意怪總統啦，話佢對聯儲局好惡。但係其實聯儲局大部分錯誤都係佢哋自己選擇造成嘅。佢哋喺政治操作方面咧，真係做得幾好。通脹對美國人造成咁大傷害，一開始佢哋就怪普京，話係因為打仗。咁之後佢哋又點？佢哋又怪疫情。又話係供應鏈問題，供應鏈被帶動對通脹有影響。其實冇改變嘅物價水平，因為市場經濟就係冇運作。但呢啲唔係通脹嘅本質，通脹其實係聯儲局搞出嚟嘅。聯儲局要為通脹負責，聯儲局係自己選擇點樣處理通脹。問題就係聯儲局做咗個唔好嘅選擇，所以佢哋又揾咗一個新嘅人去孭鑊，將佢錯誤都推俾人。而且好多同佢哋一齊玩嘅媒體都好似信咁。而家新嘅藉口就係話，佢哋唔調整利率做啱嘅，係因為總統嘅關係，同埋啲關稅冇對佢哋嘅刻薄。我都要講成日轉目標，其實呢啲都唔係通脹嘅原因。